Hello，大家好，又係我高 B 哥啊，係時間提醒大家飲水啦，增添智慧，增添水分，智慧如水啊！好啦，同大家咧繼續講呢個咧南非嘅呢個咧 G20嘅峰會。咁啊，唔知大家知唔知道 G20峰會嘅來頭係點樣啊？即係 G20呢個集團。其實咧之前咧只有得 G7，即係話咧呢個七大工業國啊，喺呢個咧二次大戰之後咧，呢一班人咧就可以講得係咧係喺個世界裏邊咧訂立規則規矩，咁啊引導咧成個世界嗰個發展嘅導向㗎。咁但係後來咧發覺咧唔得，G7咧好似咧開始咧推動唔到一啲嘢，咁啊後來就諗不如咁啦，整個叫 G20就立埋其他嘅國家入嚟啦。咁啊，你以為你真係同佢分享佢哋嘅權力咩？呢個梗係唔係啦，係咪？咁喺裏邊咧，乘機咧就籠絡一大扎人。咁啊，你知啦，尤其是喺美國嘅角度咧，就係喂隨時隨地咧，如果萬一有啲國家唔聽我話，或者咧唔靠近我哋美國嘅話咧，咁我可以喺裏邊咧就係即係收買一啲人啊，影響佢哋嘅政治啊咁樣啊嘛，係咪？咁所以咧就後來咧出現呢個 G20峰會嗱，咁呢個當然係好片面啊，好膚淺嘅解釋啦。咁但係亦都係真係咧個導向係由 G7就變咗 G20嘅峰會㗎，G20嘅集團㗎。OK，咁啊，但係咧，喂，原來咧 G20裏邊咧都係離心離德嘅，個個咧都係自己咧即係諗埋晒啲鬼主意啊，各自有各自嘅盤算，咁可以講得係咧就各起山頭，各立山頭嘅。咁啊冇辦法啦。今年咧，因為咧美國咧實在咧太過咧就係即係突出同埋出眾啊，就係講佢嗰個單邊主義、霸凌主義。特朗普呢個2.0上台咗之後咧，呢個嘅特色咧實在係表露無遺。咁啊，再加埋咧用呢個叫對全球打呢個咧對等關稅戰之下咧，其實大部分嘅國家都咧唔憤氣嘅。咁但係又冇辦法啦，有啲國家你本來咧嗰個嘅實力就唔夠強噶，咁你想反抗你都冇辦法反抗，係咪？咁但係喂，始終有啲國家就覺得，喂，咁我哋唔可以不停咁淨係俾啲大國指住我哋個鼻，叫我哋行左同埋行右㗎，我哋都做唔到任何嘢嘅。咁啊好啦，咁啊即係起山頭呢啲嘢梗㗎啦。不過呢個山頭咧就唔係今年先至起㗎，咁啊已經起咗好耐㗎，但係咧，大家真係冇乜聽過㗎，咁啊大家有冇聽過叫 MIKTA M-I-K-T-A MIKTA？ 咁啊點嚟嘅咧？高 B 哥一陣間同大家介紹下。咁啊個中文名啊仲得意，中文名叫做咧中等強國聯合體。個個都以為自己係強國 ，OK？ 咁啊中等強國，咁啊文章裏邊都提啊咁得意嘅叫自己做中等強國。咁邊個係上等強國？邊個係下等強國咧？咁啊下等仲叫唔叫強國咧？點樣去界定咧？咁啊同大家咧講下裏邊咧，即係啲人咧各自諗埋晒啲咩鬼主意啊！鬼嘅一啲咧就係即係諗法啦咁樣成噶。OK 嗱好啦，咁啊今年咧大家都睇到咧，而家成個 G20咧裏邊咧都離心離德噶啦。喺裏邊咧個個咧都喺度咧拉幫結派，就各立山頭。而有啲國家咧覺得啊，自己咧終於咧熬出頭啦。嗱佢話，既然咧啲大國佢哋都唔積極，美國仲喺度咧挑事搞事添，咁樣啊。就到我哋咧中等強國嘅機會咧嚟啦，咁樣話喎。喺開幕式當日咧，就有呢個韓國、墨西哥、印尼、土耳其同埋澳洲5個國家咧舉行咗一次咧小範圍嘅領導人會晤㗎。嗱呢個小會開完之後咧，5個國家咧發表咗個叫做中等強國聯合體嘅聯合聲明㗎。咁啊強調話要恢復咧多邊主義嘅重要性。嗱，雖然啊，佢哋咧反對呢個咧單邊主義嘅主張，呢個係值得肯定噶。但係啊，喺呢個 G20峰會上邊咧，自己搞個小集團啊，講真嗰句就唔係幾合適啦。嗱，然而啊，對韓國嚟講咧，呢個咧可以講得係一次咧外交嘅勝利嚟噶。因為啊，呢個叫做中等強國聯合體咧，就係由韓國咧牽頭成立噶啦。嗱，李在明咧當日咧企喺 C 位，咁而家我哋畫面見到啦，係咪？嗱，兩邊咧分別係咧土耳其嘅埃爾多安啦，仲有咧印尼嘅副總統啦布吉蘭啦，另外啊仲有咧澳洲嘅阿爾巴尼斯同埋墨西哥總統嘅代表噶。中等強國聯合體啊，
簡稱咧佢哋叫 MIKTA，MIKTA。咁咧係由墨西哥 M 字頭啦 ，Mexico 係咪？印尼 I 字頭 Indonesia， 跟住咧韓國就係 K 啦嚇 ，Republic of Korea。咁啊跟住去到咧 T 咧就係 Turkey， 咁啊土耳其啦，同埋咧到最後咧就係呢個澳洲，咁就係Australia A 字噶。咁啊各自咧攞咗佢哋嘅國家咧頭嗰個字咧組成一個咧咁樣個組織嘅名嘅 MIKTA 嚇。咁啊嗱最初啊佢哋咧係聯合國喺酒吧裏邊咧傾偈嘅伙伴嚟嘅啫。2013年嘅時候，佢哋嘅秋天咧有一個聯大會議期間啊，呢5個國家嘅外長喺度傾下傾下，突然之間咧，當時嘅韓國嘅外長尹炳世咧就提議，佢話喂，倒不如咁啦，我哋都組過強國嘅聯盟啦，咁樣話。跟住咧，印尼同埋墨西哥咧都好唔自信咁問吓？我哋都係強國，咁跟住冇辦法啦。韓國諗下諗下，咁唔係強國，中等強國得啦啩？佢哋話得喎，我哋叫中等強國，我哋唔係強國，我哋中等啫，係咪啊？咁啊好都有自知之明，因為咧佢哋咧好不自信咁樣問，我哋都係強國嗰下咧，其實咧令到佢哋5個企喺度咧。都諗一諗，係喎，真係我哋講唔到喎，唯有夾硬編啦，咁啊自編自導自演就係即係叫自己做咩啊？中等強國 ，OK 嗱。於是啊，土耳其嘅外長、呢個澳洲嘅外長、印尼嘅外長、墨西哥外長咧，加埋一齊就將件事咧搞掂咗佢。5個國家嘅外長咧，每年啊喺呢個咧聯合國咧都會會晤一次噶。好啦，由於咧。擔心用聯盟呢個字咧，會引起咧外間嘅誤會㗎，所以咧佢哋改為咧聯合體，又或者叫合作體咁樣話。好啦，剛剛開始嘅時候啊，MIKTA 咧係一個咧信息啦，同埋咧學術交流嘅平台嚟嘅啫。嗱，講白咗咧，就係只係一個咧互相打氣，一齊喺度發下牢騷，一齊咧發下啲小財嘅一個咧，大家即係互惠互利嘅一個羣體嚟㗎。後來啊〜喺呢個5大中等強國啊，5大中等強國，從呢個電子商務傾到咧呢個咧性別平等等等㗎，咁啊跟住咧仲傾到咧反恐嘅議題啊，最後啊講下，而家講埋全球治理添啊！嗱，韓國咧就有呢個諗法，佢話想將呢個 MIKTA 咧變成咗一個機制，嗱就好似搞到咧係金磚5國咁樣啦。跟住咧就用一個咧中等強國聯合體嘅力量咧，去重塑翻咧全球嘅秩序啊。OK， 咁啊，我哋嘅理解咧，即係話咧，去抵抗咧個別一個大國佢哋嘅單邊主義啦。我哋嘅理解就咁啦。如果唔係中等強國，你有咩能力走去重塑全球嘅秩序先得㗎？係咪？真係唔係晒想笑你，真係冇能力啊嘛！而家連啲大國都搞唔掂，仲何況到你哋？嗱，韓國認為啊，大國同埋弱國之間咧係存在住溫差㗎。嗱，國際嘅多邊主義咧，亦都出現咗咧空白，而佢哋咧可以咧填補翻呢個空白㗎。嗱，溫差嘅意思即係話咧，大國所關心嘅嘢，想咧倡導嘅嘢咧，同弱國咧未必係完全咧係一致㗎，係咪？咁所以咧，大家就真係有差距㗎。咁好啦，呢個 MIKTA 咧，佢哋嘅共同特點係咩咧？佢哋嘅共同特點就係，佢哋喺強國面前，即係呢幾個國家啊，佢哋喺強國面前，佢哋就係弱國；而佢哋喺弱國面前咧，佢哋就變成強國啦。呢個就係佢哋嘅共同特點。土耳其啊，我用是但一個講嗬，土耳其，你話佢強國，佢喺強國面前就固然係弱國啦，係咪？但係你話佢係弱國咩？咁比起其他有啲國家，佢又係強國嚟嘅喎。咁所以咧都幾特別㗎呢個身份啊。所以啊，佢哋咧就將自己咧定位為咧中等強國啦。嗱，2022年呢個俄烏軍事衝突爆發之後咧，中等強國們佢哋咧處境咧可以講得係非常之咁被動噶。嗱，佢哋又唔想咧站隊，都要咧俾美西方咧逼住咧站隊咁話。另外啦，呢個咧美國咧亦都發起呢個貿易戰、關稅戰，亦都令到佢哋咧可以講得係左右為難噶。嗱，佢哋原先咧已經係適應咗咧成個國際秩序正喺度咧俾人打亂㗎啦，而中等強國呢個不安全感咧可以講得係話咧係不斷咁增加㗎。嗱，將呢個 MIKTA 嘅呢個制度咧
制度化，即係將佢咧制度化，先至能夠形成到力量噶，先至能夠咧強而有力咁樣表達自己嘅利益訴求嘅。而作為中等強國嘅代表性國家，韓國決定咧同佢哋嗰啲所謂叫志同道合嘅國家咧係抱團取暖噶，以擺脱咧喺呢個大國之間二選一嘅呢個咧困境嘅。韓國自己嘅小算盤就係咩呢？就係寧做雞頭就不做鳳尾噶。OK， 寧做雞頭不做鳳尾啊！由於日本咧一直都喺度阻止韓國就加入唔到呢個 G7啦，係咪？而金磚嗰邊咧，韓國咧亦都顯得咧係顧忌住美國嘅面色㗎，咁所以咧係造成一個不結盟運動，變成自己咧係一個咧歷史嘅名詞。而 G20呢個咧韓國嘅存在感咧亦都係唔強㗎。咁樣嘅話咁點好啊？咁倒不如自己搞個小組織、小團體，咁自己一直都可以企喺 C 位，企正中間位扮下大佬，咁一直爽一爽都好啊，係咪？咁去到2022年嘅元旦韓國嘅高麗大學國際政治關係嘅教授咧，仲有呢個韓國聯合國體制學會會長阿李信和咧，就喺澳洲嘅媒體嗰度咧發表咗一篇文章，叫做面對美中嘅競爭，中等強國左右為難咁話噶。而佢裏邊咧出啲重點出嚟啦。第一個就話認定韓國咧係一個中等強國嚟噶，而第二個就係話韓國對於目前嘅國際秩序框架咧感覺到咧不滿嘅。嗰陣時係2022年記住對於目前嘅國際秩序框架感到不滿。第三個就係話，因為咧政治、經濟、貿易、軍事嘅問題，隨住中美嘅競爭加強韓國喺二選一裏邊咧變得更加咁困難。第四就係咧，韓國應該咧係團結，同埋咧同佢咧處於咧相同困境嘅一啲中等強國一齊去維護咧自身嘅利益，促進咧多邊嘅主義㗎。好啦，呢4點咧基本上係反映咗咧韓國強化呢個 MIKTA 嘅一個主要嘅動機嘅。好啦，但係雞頭你想做雞頭唔做鳳尾嘛？雞頭真係唔係咁容易做㗎。如果MIKTA 真係形成咗一股力量，佢咧必定會咧侵犯到咧大國嘅權力空間㗎。咁當大國咧重視佢哋呢個組織嘅時候，所謂重視佢哋呢個組織嘅時候咧，墨西哥、印尼、土耳其同埋澳洲肯定咧就會即刻走佬㗎，根本就冇人想同你搞埋一齊。咁樣嘅話，作為一個咧非法組織嘅頭目嘅韓國被呢個就會咧俾呢個聯合咁樣嚟到吊打佢㗎啦。一邊打就一邊同佢講，等你做雞頭啦，等你做呢個中等強國咁樣話。但係如果 MIKTA 咧形成唔到一股力量嘅話，咁樣呢個意氣風發嘅韓國豈不是會變成灰頭就土臉，啱唔啱？好啦，另一個問題係咧，呢個 MIKTA 制度化令到佢嘅所謂叫中等強國又點樣睇啦？制度化中等強國，咁波蘭啦、沙特啦、南非啦、西班牙啦、阿聯酋等等呢啲國家又會點樣睇啦？佢話：喂，你哋嗰個中等強國嘅標準係乜嘢嚟㗎？點樣先能夠稱之為中等強國係咪？喂，咁我哋頭先嗰紮國家話，咁我哋係咪上等強國定抑或係下等強國呢？喂，你講清楚先啦。然而韓國咧唔能夠再將各個國家咧分為咧上等強國又或者下等強國㗎。呢個明顯咧係唔符合呢個所謂聯合國憲章嘅精神嘅。中等強國呢個嘅名稱咧喺佢哋嘅小群體裏邊咧係攞嚟自娛自樂，仲可以。一旦正式擺上國際嘅層面嘅話，咁佢哋就冇辦法定義自己㗎啦。亦即係話，當有一個國際嘅組織成員連自己嘅身份都係唔科學嘅時候，即係冇規則、冇規矩、冇跟循嘅話咁樣MIKTA 咧就會失去咗佢哋嘅正當性同埋合理性㗎啦。表面上面去睇韓國咧喺度推動緊多邊主義，但係實際作用咧就喺度咧削弱緊咧整個嘅 G20㗎，亦都咧可能咧
係而家美國咧可能真係開心喜歡佢哋中意咁樣搞嘅，搞亂當攤係咪？再者又咁講啦，韓國咧冇邀請咧印度去加入喎。喂，印度話喂，我係上等強國啊，定係我已經係強國啊？你知㗎啦，佢哋有啲印度贏學㗎嘛，啱唔啱？印度咧調翻轉啊，除咗頭先咧話冇加入到或者冇俾人邀請加入之外咧，其實印度咧真係咧乜鬼嘢國際組織咧，佢都中意咧參隻腳落去嘅角色嘅貨色嚟㗎。佢唔單止咧入咗咧金磚，亦都咧入埋上合㗎，係咪？咁啊，仲有啊，年年咧都走去咧趁呢個咧 G7一齊咧就搞翻張合影，咁啊翻嚟咧就交下差咁㗎。嗱，雖然咧印度咧坦白講自視咧就甚高㗎，自己認為啊係理所當然嘅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超級大國咁樣話。嗱，至少啊，如果我要定啊，都話我係一個上等強國，就唔係中等啦，係咪啊？但係咧 Meta 連叫都冇叫佢，令到佢咧好唔舒服啊！莫迪啊，今次呢個 G20嗰度咧，見你哋咁樣搞法，佢都可能你搞翻個小組織㗎。係邊個呢？係印度啦、加拿大啦，仲有澳洲啊，三國嘅領導人呢，喺開完個小會之後呢，又話宣布要成立一個呢叫做三國技術與創新伙伴，咁啊英文簡稱呢叫做呢 ACITI 啊，我都唔知點樣發音好 ACTI，OK， 咁啊好啦，佢話喂，咪就係兩個騙子加埋一個受害人咯。咁啊，但係莫迪啊，又可以當成外交成果咁攞翻去印度嗰度國內吹啦嘛。咁啊，大家見唔見到啊？印度、加拿大、澳洲你澳洲真係乜嘢嘅所謂叫組織啊、小組織啊，都走去參與嘅喎。頭先嗰度又有你份，而家呢度又有你份啦 OK， 咁啊真係搞啲咁嘅嘢三國技術與創新伙伴，一場咁嘅 G20峰會。哇！呢啲咁嘅小團體不斷，韓國又話搞一個，印度又話走去搞一個。嗱 G20咧，淨係走向一種咧，可以講得係支離破碎嘅命運，睇嚟咧都已經咧係走唔甩㗎啦。好啦，咁但係尷尬位就喺呢度啦。下一屆咧，美國咧就作為咧 G20嘅東道主㗎。特朗普究竟會將佢咧扮成G1+19，即係佢乜都係話晒事啦，定一話咧會搞成咧 G2+18咧？嗬，咁即係加埋東方大國咁G2咁加18，咁咁樣嘅話，究竟 G20仲有幾多意義喺度存在先得㗎？韓國搞呢個Meta 多邊主義方向咧並冇咩嘅問題㗎，但係問題係如果冇大國嘅支撐嘅話，任何嘅所謂國際之間嘅合作組織咧，根本咧都冇咩實際嘅作用㗎噃。比如Meta 竟然咧仲喺度咧講緊話重塑國際秩序喎。喂，你無非就係一個可以講得係沙灘城堡，海浪一嚟你就會消失㗎啦。重塑聯合國憲章咧先至係咧戰後秩序嘅基礎嚟㗎。一啲嘅國家，與其咧花時間去搞啲乜鬼嘢中等國家中等強國聯合體咁話，喂，不如你認認真真咁樣去捍衛下呢個戰後嘅秩序，同中國一齊打擊個別嘅企圖發動戰爭、破壞國際秩序嘅國家，呢個先至係正道嚟㗎嘛。呢個世界上邊度有一個所謂咩中等強國咁樣嘅名詞㗎？聯合國憲章裏邊喂，佢話國家係唔分大小，一律係平等㗎。不過喺聯合國裏邊咧，有的而且確咧有所謂五大善人喺裏邊呢個五常咧就係好似咧比其他國家唔知點解硬係感覺上好似平等一啲咁樣否則你唔聽嘅話就唔會有聯合國喺裏度啦。喺現實面前即係冇辦法嘅，咩中等強國聯合體上等下等認命啦，唔到你哋去搞噶啦。
OK 嗱，咁啊文章分享到呢度啦，但係咧實在咧係幾得意啊，因為咧其實咧而家呢啲國家咧講真嗰句，佢哋已經去到咧又係俾啲強國大國咧壓迫脅迫嘅時候，所以咧冇辦法咧唔彈翻上嚟。嗱咁當然頭先我講個組織一路都喺度啦，但係佢哋嘅緊密嘅聯繫咧加埋晒咧而家咧即係有一啲嘅國家喺世界上面咧都唔好話佢係即係中等強國啊，佢哋都有啲影響力同埋舉足輕重噶，咁所以咧。喂，佢哋咧撈埋一堆咧，咁啊即係搶咗個權力真空嘅其中一部分啦，係咪？至少以後啊，喂，佢聯合起上嚟嘅話，同你去談判啊，咁都可以叫做有多少少力咯。因為喂，墨西哥喎，佢仲有咩啊？呢個叫做印尼喎，仲有韓國啊、土耳其同埋澳洲喎，係咪咧？全部剩翻呢一紮咧？哦，都係啲西方盟友嚟咯，即係西方盟友自己都睇唔過眼嗰個單邊主義，繼而自己話唔得啦，我哋要的起心肝，用我哋嗰啲叫做中等強國聯合體出嚟咧重塑翻個世界先咁樣。唉，雖然咧志氣係好高，不過現實又真係咧好鬼骨感㗎，有陣時真係話你自己都知自己係中等嘅。咁啊，唔好諗咁多嘢啦，不如咧真係認認真真發展下咧呢個共同嘅事業，共同一齊富裕，我覺得呢個好似仲比較靠譜啲啊！嗬，我自豪，因我多角度思考，晏啲再見，拜拜。